儿童节特别到啊，民间的基金会参百货店合作办二手的旗啊，互囡仔家己准备无咧耍的佚佗物，或者是穿过衫摕出来卖甲交换，毋望会当教育囡仔环保的观念，佮有珍惜物件的态度。不论是佚佗物，还是衫裤，全拢俗俗啊卖。连续假期在新竹所举办的囡仔二手旗啊，互囡仔现场拍卖无咧使用的物件。 带囡仔来现场参加活动的爸爸妈妈，感觉特别有意义。小朋友就是东西要珍惜，我们把东西保护得很好，然后交给下一个小朋友的时候，他们还会很开心的说：“哇，姐姐、哥哥、姐姐的东西都保存得很完整。”有些东西我不要让别人可能会需要。希望孩子有一个惜物的观念，可以透过儿童节来把自己所喜欢的物品，虽然平常可能没有用到，或者分享出去，让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可以有更环保，然后懂得分享，懂得。 把爱传递出去。除了二手市集以外，各囡仔将家己画的图经过拍卖做公益，过一个无同款的儿童节。把这个画作拿来做义卖，那义卖的所得呢，都会捐出来做公益。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的手、小朋友的笔跟小朋友的眼睛来呈现、来表达，不打小孩子的世界，会让小朋友更幸福快乐。主办单位希望互囡仔会使知影，平常时爱珍惜身躯边的物件。 透过活动，互物件会使搁再循环利用，爱惜地球资源。记者狄君豪，新竹报道。